人生是一场旅程，充满了起起落落，经历了无数个日夜的轮回。我开始明白，人生的真谛并非取决于外部的荣耀或成就，而是内心的平静与满足。回顾起这段漫长的旅途，我深刻体会到，人生往往并不如我们所愿，但每一次坎坷和挫折都是成长的催化剂。曾经在人生的岔路口徘徊，不知何去何从，我学会了勇敢的选择，哪怕选择错误，也是人生路上的一笔财富。经历过失败和挫折后，我更加珍惜那些不经意间的幸福和快乐，因为它们往往是生活中最真实的美好。人生不只是外在的成就和物质的积累，更是内心的丰盈和精神的富足。学会爱与被爱，关心与被关心，用心去体味生活的点滴，享受每一个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平淡时光。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，保持一颗宁静的心是多么重要。只有内心足够宽广，才能拥抱世界的美好和复杂。在成长的道路上，我也逐渐明白，与其追求别人的眼光和期许，不如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。真正的自由不是逃离世俗，而是在平凡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。在面对诱惑和困难时，我学会了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，因为这些是我成为自己的基石。人生是一本厚重的书，每一篇章都记录着我成长的足迹。有时候，我会感到孤独和迷茫，但在那些阴霾之后，总会有一抹阳光穿透心房。感悟人生，就是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找到那些触动心灵的片段，让它们成为前行的动力和力量源泉。如今，我学会了用一颗平静的心面对人生的坎坷与波折，接纳生活的起伏和变化。每一次挫折都是成长的契机，每一次快乐都是生命的馈赠。在这条人生的路上，我不再焦虑未来，也不再畏惧失败，因为我知道，每一次跌倒后，都会迎来更加坚强和成熟的自己。人生是一场漫长而又短暂的旅程，重要的不是走了多远，而是在旅途中收获了什么。我希望能在有生之年，用一颗感恩的心，珍惜每一个瞬间，铭记那些曾经让我笑过、让我哭过的人和事，因为他们共同绘就了我生命中最美的篇章。